今日帶大家嚟睇下啟悅苑呢個單位。雖然係1房1廳嘅單位，但係師傅設計咗2個房，同時擁有好多嘅收納空間。一齊睇下點樣做到啦！一入門口就會見到呢組木格欄，佢除咗係裝飾，仲可以遮住雪櫃嘅厚重感，堅固散熱同通風。欄位呢度仲可以擺一啲隨身嘅物品，側邊有個隱藏櫃，可以俾你掛衫同埋換鞋。所有嘅動作都係一氣呵成，呢種留白同埋功能嘅結合，就係為咗令你返到屋企第一眼就覺得好輕鬆。客廳咧就用咗淺木配白色，成個感覺咧就好乾淨，好似陽光咧照入咗屋咁樣。電視櫃咧就用咗磨砂嘅玻璃門啦，加埋呢個開放式嘅層架，同埋做咗圓角呢種圓潤嘅線條，令到小朋友同埋老人家更安全。另外咧，將啲雜物可以放晒去櫃入邊，眼見嘅就係屋主心愛嘅精品同埋書。呢4層嘅趟門呢，就係全屋最有特色嘅設計。全開嘅時候，房同廳連成一體，空間感大增。閂咗佢就變返私隱度好高嘅睡房。磨砂玻璃嘅好處就係隔音不隔光，就算喺廳入邊都享受到自然光。入到房啦，全屋嘅地台就好似一個大衣櫃搬咗落地下咁，所有換季嘅物品咧都可以收晒落地下。拉開咗櫃桶，入邊嘅細節暗格都係為咗等每一樣珍貴嘅物品都有佢專屬嘅位置。師傅善用咗成間房嘅空間，下面咧就係工作區，上面就係休息嘅位置。咁最貼心嘅位就係呢條樓梯，每一步入邊其實都係一個收納嘅空間。師傅嘅心思就係想喺有限嘅尺數入邊，都帶俾你擁有一個唔壓迫嘅專屬角落。廚房雖然細，但係 L 型嘅設計咧，令到煮飯都好順手。呢個隱藏式嘅洗手盤，冚埋就可以變翻做一塊闊落嘅備菜位，加埋窗邊嘅陽光，就算喺度煮餐飯，都會變成一種享受。沖涼咧係一日入邊最放鬆嘅時間，所以我哋將廁所咧設計到好似酒店咁樣嘅質感，灰木色嘅鏡櫃配合埋乾濕分明嘅5角形玉屏。唔單止視覺上好型，用落仲係好闊落。其實300尺嘅屋企一樣都可以住得咁舒服，只要你花啲心思設計得有溫度，一樣都可以擁有咁舒服嘅屋企。